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渔业署，伫个8月初1有新法就路，规定讲每一年的8月到12月这段时间，禁止掠，嘛禁止卖抱卵的金仔母，就是这个母的金仔，然后带卵者袂使掠嘛，袂使卖。 违规者罚款3万到15万块。新法一日开始实施，彰化县政府的人员都到园林的花城菜市啊去检查，当场就掠到2担摊贩国卖14只的抱卵的金仔母。这个摊商拢讲，伊唔知影有这个新规定，伊嘛来痛骂渔会，拢无宣导。 有抱卵的，这袂使卖吼。管护人员调查卖金仔的单，看箱仔内底金仔敢有抱卵，一只一只拢会掠起来检查翕相，当场就发现这一担有14只金仔，巴肚的所在有浅咖啡色，而且佫泡泡，这就是巴肚内底有卵。爱罚钱。我都唔知啊。 对啊，毋过嘛无法度。警察人员翕相收集证据，要保护渔业署开发，因为渔业署新法8月初1推测，规定当年8月到12月，抱卵的金仔袂当掠嘛袂当卖，若无得罚3万到15万。若一担扣罚另外这一担，嘛扣掠到伫咧卖抱卵的金仔，佮讲这金仔是去鱼市批来，根本就唔知影有新法。他不是先去查源头，一来就说要罚我们钱，以后我都不敢卖房子啦。 没有宣导，我们怎么知道？当其实认为去鱼市批来摸黑拢是下规定，想要到会去达到红线，卖渔会拢无伫咧宣导和提醒。是不是说渔民他也忘了说，在7月底之前抓的？伊是讲掠到啊，唔敢嘛是摕来卖啊。渔会强调新法上路，真侪渔民唔知影，会加强宣导。官府头一摆起早，就伫咧花城市场内底掠到2斤担，佮持有14只抱卵的金仔，拢总28只装伫咧玻璃笼的箱仔内底卖。每年8月到12月，主要是鲟蟹类的重要繁殖期间，然后渔业署为了保育海洋资源，所以禁止这一段期间的一个沿近海的捕捞以及贩售。官府强调，为了照进一行。 3不5时会去各市场起早，卖调查到年底，会有单爱修法，较袂防处罚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